唔少老人家咬實一個講法，人老咗就要瞓多啲，瞓得越耐，身體保得越好。於是日日賴床，日頭昏昏沉沉咁瞓，夜晚又眼光光捱夜，作息完全顛倒，最後越瞓越虛，越補越病，反反覆覆出入醫院，卻始終揾唔到個病根。今日我話俾大家知，呢個就係養生最大嘅誤區。《黃帝內經素問》有講：人追則血歸於肝，人動則血運於諸經。對於68歲以上嘅老人家嚟講，身體機能逐年老化，氣血拉虛，陰陽漸衰，臟腑修復能力大幅下降。呢個時候世間最貴嘅養生藥，從來唔係市面上五花八門嘅保健產品，而係一夜優質、規律適度嘅睡眠。睡眠唔係簡簡單單咁合埋眼休息，而係人體氣血歸藏、臟腑排毒、陰陽調和嘅核心過程，直接決定血壓係咪平穩、心臟係咪安康、記憶力係咪衰退、情緒係咪平和，更加係決定晚年壽命長短、生活質素高低嘅關鍵根本。老年養生絕對唔係瞓得越多越好。中醫講夠陰陽平衡，過猶不及。瞓唔夠就陽氣耗散，陰血都虛；瞓得太過就氣機阻滯，痰濕內生，作息紊亂，過度嗜睡，捱夜失眠，全部係傷身折壽嘅行為。只有規律作息、適度睡眠、高質量入眠，先至係老年人延年益壽嘅正道。接下來極曾正統中醫理論同古人傳承嘅養生智慧，用最淺白嘅說話同生活化嘅例子，將68歲以上老人家一定要遵守嘅6大睡眠養生規矩逐條講清楚，保證人人聽得明、用得上，真係得益。第一條，晏晝覺必須嚴控時長，絕對唔可以隨心所欲瞓到懵。好多老人家覺得晏晝覺可以補氣血、養身體，結果越瞓越差。舉個例，有位72歲嘅阿姨，退休之後每日晏晝都瞓1個幾2個鐘，有時直情瞓到下晝4、5點，結果日頭成日暈暈，四肢沉重，夜晚反來覆去眼光光，長期失眠，血壓唔穩定，空腹血糖偏高，仲驗到有輕微代謝綜合症。呢個就係典型嘅晏晝覺失調，違背咗子午作息嘅養生規律。點解晏晝覺唔可以太長？古人將一日分為12時辰，對應人體12臟腑。午時11點到13點係心經當令、心氣最盛、陽氣最旺，係養心安神嘅黃金時段。老人家成日心氣不足、心血虧虛，午時小氣可以滋養心氣，修神浮陽，修復心神。呢個就係晏覺養生嘅核心原理。但養生最講究個道字，少就冇益，多就傷身。《黃帝內經》話：陽氣者，一日而主外，平淡人氣生；日中而陽氣濃，日西而陽氣已虛。午時陽氣隆盛，適當休息可以養心。但如果晏晝覺時間太長，陽氣就會被過度閉藏，冇辦法正常舒展運行，人體氣機就會阻滯不暢。打個比方，人體嘅陽氣就好似自然界嘅太陽。中午陽光最充足、最溫暖，本來就應該普照萬物、滋養周身。你偏偏匿埋喺度閂門瞓覺，將陽氣屈喺身體入面，就好似春天嘅農作物見唔到陽光，必然濕氣主生，萎靡不振。68歲以上老人家脾胃運化功能減弱，氣血運行速度變慢，本身就容易痰濕積聚。晏晝覺超過30分鐘，尤其係瞓成個鐘以上，脾胃氣機停滯，水濕冇辦法代謝，痰濕蒙蔽清嘅就會出現頭腦昏沉、
全身乏力嘅症狀，同時長時間晏晝覺會打亂人體天然嘅生理時鐘，形成日頭嗜睡、夜晚失眠嘅惡性循環。現代醫學臨床數據都印證咗呢一點。長期晏晝覺過久嘅老人家，高血糖、高血壓、中風、代謝綜合症嘅發病機會會大幅提升。所以俾所有老年朋友定下標準，晏晝覺最佳時長嚴格控制在20至30分鐘，啱啱好可以養心神陽，緩解疲勞，又唔會阻滯氣機滋生痰濕。下晝深點之後絕對唔可以再瞓，因為深點後陽氣漸衰，陰氣初升，呢個時候瞓覺最傷陽氣，亂心神。同時食飽飯唔好即刻小氣，食完飯脾胃全力運化水谷，氣血集中匯聚喺脾胃。如果即刻淌粥，脾胃氣機呆滯，運化失常。建議食完飯淨坐休息半個鐘，先至進行短暫嘅晏至覺。第二條，堅決唔可以捱夜。捱夜係老年養生嘅第一殺手。好多老人家覺得日頭可以補瞓，夜晚夜少少瞓都冇問題，呢個係大錯特錯。後生仔捱夜都傷身，68歲以上老人家捱夜係直接透支根基，損耗壽命，而且根本冇辦法靠日頭補瞓補得返。舉一個真實例子，一位70歲嘅老人家退休之前身體好硬淨，冇三高冇基礎病，退休之後養成咗捱夜習慣，每晚睇電視碌手機到12點甚至凌晨1點先至瞓。佢覺得自己瞓得晏，起身又晏，睡眠時間夠晒，應該唔會有問題。但係唔夠1年，血壓飆升，心慌心悸，胸悶氣短，免疫力大幅下降，精神狀態變差，反應遲鈍，情緒暴躁，檢查出心肌供血不足，肝功能代謝異常，身體狀態斷崖式下滑。點解老人家捱夜傷害咁大？子時2食3點到凌晨1點係膽經當令，丑時凌晨1點到3點係肝經當令。《黃帝內經》明確記載，肝藏血，主疏泄，人諸則血歸於肝。膽肝係人體排毒代謝、疏泄氣機嘅核心臟腑，亦都係陽氣生發嘅源頭。23點之後係膽肝深度修復、毒素代謝、氣血歸藏嘅黃金窗口期，必須喺深度睡眠之中度過。可以將人體臟腑比喻成一個朝廷。膽肝就係宮部同吏部，負責全身嘅修診同清理工作。日間人體活動量大，氣血外散，臟腑忙於維持運轉，冇多餘能力修復損傷、代謝毒素。只有夜晚入睡之後，氣血歸於臟腑，膽肝先至可以開啟深度修復、清理代謝垃圾，修復日間嘅損耗。後生仔氣血充足，偶爾捱夜仲可以慢慢回復，但68歲以上老人家精血低虛、正氣不足，臟腑機能已經老化衰退，23點後依然清醒活動，膽肝冇辦法正常歸血、排毒修復，損耗嘅都係僅存嘅元氣精血。長期捱夜嘅老人家，首先損傷膽肝氣機，肝氣鬱結，肝火上炎，直接導致血壓升高、頭暈頭悶、煩躁易怒。肝唔藏血就心血不足，出現心慌心悸、失眠多夢、心神不寧。膽肝排毒失常，體內毒素堆積，日積月累損傷肝臟，削弱免疫力。所以捱夜嘅老人家唔單止心腦血管出事，仲容易體虛多病、精神萎靡、記憶力快速衰退。定下硬性作息標準，老人家最佳入睡時間係夜晚10點左右，俾身體預留緩衝時間，等氣血慢慢收省，心神慢慢安定。最遲絕對唔可以超過23點。
堅持10點入睡，順應子午節律，膽肝得養，氣血歸藏，血壓、心臟、情緒都會慢慢平穩，免疫力穩步提升。好多老年慢性病都會不藥而減。切記捱夜透支嘅係先天之本，係幾多保健產品都補唔返嘅根基。第3條，控制好總睡眠時間，謹記9鐘相氣，瞓多必虛。而家有一個專門誤導老人家嘅表現，多啲瞓覺可以養身體、補元氣。無數老人家每日瞓9至10個鐘，甚至大部分時間攤喺床度，結果越瞓越攰，越瞓越虛。《黃帝內經素問·宣明五氣篇》明確提出5勞所傷：9時傷血，9次傷氣，9坐傷肉，9立傷骨，9行傷筋。呢個係流傳數千年嘅真理。9株係養生大忌，尤其對於老人家。打個通俗嘅比方，人體嘅氣機就好似自然界嘅流水，流水不腐，護呵不碎。氣機貴在流通，貴在升降有序。人瞓覺嗰陣，全身氣機收省，氣血運行放緩，呢個係休養修復嘅過程。但如果睡眠時間過長，氣機長期處於收腎停滯嘅狀態，冇辦法正常升降舒展，全身氣機就會瘀滯不暢，肺氣唔宣，脾氣唔運，陽氣唔升，久而久之，一身之氣就被慢慢耗傷。呢個就係9株傷氣嘅核心道理。68歲以上老人家臟腑氣機本就偏弱，更加需要適度活動同適度睡眠嚟調和陰陽，暢通氣機。極曾歷代中醫養生經驗同現代人體質研究，老人家每日最適宜嘅睡眠時間係6至7個鐘，唔多唔少，既可以充分修復臟腑、滋養氣血，又唔會阻滯氣機、滋生痰濕。一位74歲嘅老人家，每日瞓10幾個鐘，長年瞓完依舊周身攰、四肢發軟、懶得講嘢、精神萎靡。檢查出冠心病，血脂偏高，氣血不足，長年調理都冇起色。後來調醒作息，嚴格控制每日睡眠6至7個鐘，日頭唔貪睡，堅持適度散步。短短1個月，成個人精神恍然一新，疲勞感消失，胸悶、心慌症狀大幅緩解。大量臨床數據同中醫實際證明，老人家每日睡眠超過9至10個鐘，心血管疾病發病風險同死亡風險會倍增。好多老人家瞓唔醒，瞓完依舊疲練乏力，根本唔係休息唔夠，而係瞓得太多，傷咗氣，塞咗瘀。出現呢種情況，絕對唔可以繼續貪睡補覺，好大機會存在睡眠窒息症、心腦供血不足、血糖代謝異常、情緒抑鬱等問題，必須及時就醫檢查，對症調理，否則越拖越重。記住，老年養生，瞓啱時間，瞓好質量，遠勝過盲目拉長睡眠時長。第4條，臨瞓前少飲水，嚴控夜間飲水，防範頻繁夜尿傷、陽傷身。好多老人家有臨瞓前飲水嘅習慣，或者擔心夜間血液變稠而刻意大量飲水，呢個係非常錯誤同極之傷身嘅習慣，亦都係好多老人家睡眠差、血壓唔穩、容易跌親嘅核心誘因。由中醫理論講，贈主水液代謝思二便為先天之本、陽氣之根。老人家贈氣逐年歸虛，贈陽不足，水液代謝功能大幅衰退，冇辦法好似後生仔咁快速運化排泄水濕。夜晚係陽氣閉藏、氣血休養嘅關鍵時間，夜間臟腑功能放緩，水液代謝能力最弱。如果夜晚8點之後大量飲水，多餘嘅水濕冇辦法及時代謝排出，就會滯留體內，加重靜臟負擔，損傷靜陽。
成陽受損，一身陽氣虛弱，根基不穩，各種老年病就跟住嚟同時。中醫講夜舟藏神，神安則未，夜間頻繁起身，夜尿係最損耗心神、破壞睡眠嘅行為。深度睡眠係修復氣血、滋養臟腑嘅核心階段。老人家本身睡眠淺，難入眠，易乍醒。一旦夜間頻繁起身夜尿，深度睡眠被鐵底打斷，心神唔得安寧，氣血冇辦法歸藏。就算睡眠時間夠晒，都係無效睡眠。長期夜間起身夜尿頻繁嘅老人家，必然心神推虛，氣血不足，精神萎靡，記憶力衰退。由現實安全角度講，夜間起身隱患極大，老人家骨質疏鬆，手腳唔靈活，反應變慢。夜間黑暗環境起身，稍為唔留神就容易跌親整傷，骨折、扭傷對老人家嚟講都係致命傷害。好多老人家晚年重病追床不起，根源就係夜間起身跌倒，同時夜間人體處於平質靜止狀態，血壓相對平穩，突然起身企直，體位快速變化會引發血壓劇烈波動，氣血驟然上衝，極易誘發腦梗、心梗等急性問題。定下規矩，夜晚8點之後堅決避免大量飲水，細口濕下，喉嚨可以絕對唔可以大啖咁飲。臨瞓前務必排清小便，減少夜間起身次數，居家養生小技巧。廁所長年留一盞柔和嘅小夜燈，夜間起身千祈唔好猛企猛起，先喺床上靜咗半分鐘，活動手腳，再慢慢起身行過號，平穩個倒體位，避開血壓波動同跌倒風險。呢個細微習慣既可以固陣陽、安心神、保睡眠，又可以避開老年意外風險，係性價比最高嘅養生方式。第5條，食飽飯絕對唔可以即刻瞓覺，謹記胃不和則諸不安。呢個千年養生真理，好多老人家晚飯食得晏，食完就眼瞓，碗筷一放低就即刻偷上床瞓。呢個習慣睇落舒服，實情係慢性傷身，亦都係好多老人家胃病、高血糖、肥胖、失眠嘅根源。《黃帝內經》有言：胃者，五臟六腑之海也，水谷皆入於胃。五臟六腑皆特氣於胃，脾胃係人體後天之本，氣血生化之源。老人家脾胃機能衰退，運化冇力，消化吸收能力遠遠唔及後生仔。食飽飯之後係脾胃最忙碌、氣血最集中嘅時候，全身氣血會聚於脾胃，全力運化水谷。如果食飽飯即刻躺豬，脾胃氣機呆滯，運化節奏被強行打斷，食物冇辦法正常腐熟消化，停滯喺胃腸之中，就會形成積食、痰濕、鬱熱。胃不和則得不安，胃腸積滯，痰濕內生，氣機阻滯，必然擾動心神，導致睡眠唔夠深沉，多夢易醒，失眠煩躁。好多老人家夜晚出現火燒心、胃酸倒流、咳醒、亂轉難眠，根源就係食飽飯即刻吐低，同時食完即裝，食物積滯胃腸，水谷精微，冇辦法正常輸布，血糖持續升高，長期落去加重胰島代謝負擔，極易誘發老年糖尿病。積滯嘅食物轉化為痰濕脂肪，導致肥胖、血脂偏高，痰濕阻滯血脈，又進一步加重高血壓同腦血管堵塞風險，形成惡性循環。一位76歲嘅老人家，長年夜飯食得晏，夜晚8點幾食完即刻頭上床，10幾年落嚟，胃酸倒流、火燒心、咳醒，體重逐年上升，三高齊備，睡眠質素極差。後來調醒作息，晚飯提早到夜晚6點左右，食完唔攤唔靜坐，
反而慢慢散步半個鐘至1個鐘，等食物初步消化。脾胃氣機舒展之後再上床休息，堅持3個月，胃酸倒流火消心，鐵底消失，睡眠質素大幅提升，血糖血脂慢慢平穩，再次明確標準。所有68歲以上老人家，晚飯唔適宜太晏，唔適宜太飽，唔適宜油敷，減輕脾胃負擔。食飽飯切記唔可以即刻躺住，或者坐喺度唔喐，可以慢慢散步，輕輕活動，促進脾胃運化，舒展氣機。必須相隔起碼1個鐘，等胃腸食物初步消化之後再入睡。順應脾胃運化規律就係養護後天之本。脾胃安好，氣血充足，睡眠自然安穩，百病自然唔生。第6條，臨瞓前堅決遠離手機，杜絕藍光擾神，耗傷陽氣。呢個係而家中老年群體最容易忽視，傷害最深嘅睡眠殺手。而家好多老人家臨瞓前碌手機、睇短片、追劇，碌到眼瞓先至瞓，睇落好似放鬆消遣，實情係嚴重耗傷心神，擾亂陰陽，係失眠、神經衰弱、情緒煩躁嘅核心誘因。由中醫陰陽理論講，人體睡眠嘅本質係陽入於陰則寐，陽出於陰則護。日間陽氣生發，心神外馳，人清醒活動；夜晚陽氣收省，歸住陰瞓，心神安定，人自然入眠。夜晚屬陰，主靜主藏，本來就應該心神內省，陽氣歸藏，為睡眠儲備能量。而手機屏幕發出嘅藍光屬於陽熱之邪，夜間持續接觸會不斷擾動浮陽，令本來應該收散嘅陽氣持續外散，冇辦法入陰。同時短片內容碎片化，刺激性強，令大腦持續興奮，心神不斷外馳，唔得安寧。打個比方，人體嘅心神就好似一盞燈火，夜晚本來就應該燈火內盞，靜靜燃燒，休養生息，為第二日儲備力量。臨瞓前碌手機就好似不斷吹風干擾，令燈火劇烈搖曳，肆意外散。燈火耗散嗰度，心神疲亂損耗，自然冇辦法安定入眠。西醫所講嘅褪黑激素分泌被抑制，放喺中醫體系就係陽氣唔得歸陰，陰血唔得滋養，心神唔得安寧嘅直觀表現。中西理論完全相通。長期臨瞓前碌手機嘅老人家，最典型嘅問題就係漸固性失眠，睡眠淺，多夢易醒，神起疲烈，同時心神長期耗散，導致情緒煩躁、焦慮易怒、記憶力快速衰退、視力模糊光叫、頭暈頭痛。好多老人家作息規律，飲食清淡，卻依然瞓得唔好，根源就係臨瞓前沉迷手機，人為咁擾動陰陽，耗損心神。大量案例表明，只要戒甩臨瞓前手機，睡眠就可以改善大半。定下鐵律：臨瞓前1個鐘徹底放低手機，關閉所有電子設備，杜絕藍光刺激，杜絕心神外馳。如果想放鬆安神，可以選擇溫水浸腳，輕輕聽啲柔和嘅古典音樂，揭下紙本養生書籍，呢啲方式都係靜養心神、修腎陽氣、調和陰陽嘅絕佳方法，可以快速令身心進入放鬆狀態，有助優質睡眠。溫水浸腳可以疏通下肢經絡，溫通腎陽，引火歸元，令上浮嘅虛陽歸於下焦，心神自然安定。柔和音樂可以梳理肝氣，平復情緒。紙本書籍靜心養性，修整心神，無一唔係老年臨瞓養生嘅上選。講到呢度，6大老年睡眠養生核心規矩就全部講透晒。再做一次深度總結，幫大家千之顧核心養生智慧。中醫養生講究道法自然，
順應天時68歲以上老人家，身體機能由盛轉衰，氣血陰陽逐年雞虛，臟腑修復能力大幅減弱。呢個時候養生唔需要追求繁雜偏方、貴價補品，只要瞓好一覺就已經係最高級、最有效嘅養生。優質、規律、適度嘅睡眠勝過世間所有保健產品。瞓啱覺，人體陽氣歸藏，陰血得養，陰陽調和，臟腑得修，可以穩定血壓，養護心臟，平和情緒，增強免疫力，延緩記憶力衰退，從根源上避開心、腦血管疾病、代謝疾病、情志疾病嘅發生。老年養生鬥嘅唔係食幾多補品，做幾多複雜項目，而係作息規律、睡眠有道，順應天道，唔氹睡，唔捱夜，養護心神，固護氣血，晚年自然身安體健，少病長壽。好多老人家一世勤練節約，操勞一生，到咗老最應該善待自己，養護自己，唔好本末倒置，捨本逐末，放住免費高效嘅睡眠養生唔用，反而盲目追捧各類補品偏方。記住，人體自帶大藥，睡眠就係第一養生大藥。瞓好係最好嘅調理，瞓啱係最長壽嘅秘訣。只要嚴格遵守啦6大睡眠養生要點，改走壞作息、壞習慣，順應中醫陰陽天時之道，堅持100日，必然感受到身體嘅巨大變化，精氣神越來越足，基礎病越來越穩定，晚年生活質素大幅提升。講到呢度，好多中老年朋友個心可能仲有疑惑，作息大體規律咗都戒甩咗，捱夜臨瞓前碌手機，食完即瞓等壞習慣，嚴格控制埋晏晝各時長，點解依然睡眠淺、晨起疲暖、成身唔清爽？呢個亦都係睡眠養生最核心嘅深層問題。好多人淨係知道瞓唔啱會傷身，卻唔知道老人家睡眠出問題，從來唔係單一作息嘅問題，而係自身體質、陰陽五臟虛實、四季天時呢三者唔匹配所導致。單純搞正作息只係治標，夾層自身體質，順應四季調睡眠先至係治本。首先講透一個核心中醫概念，68歲以上老人家，人人都會出現生理性體質變化，年高則陰損陽衰，五臟皆虛，以脾淺微虛、陰陽兩虛為主。天年中明確記載，60歲心氣始衰，苦有悲，血氣懈多；70歲脾氣虛，皮膚枯；80歲肺氣衰，魄離，固然善午；90歲精氣焦，四臟經脈空虛。呢個係古人對人體衰老最精準嘅總結。好多老人家唔識呢個道理，仍然用後生仔嘅睡眠標準要求自己，自然越養越錯。後生仔氣血旺盛，臟腑充盈，偶爾作息紊亂都可以快速修復，而老人家五臟氣血本身就虧虛，睡眠稍為有閃失，陰陽立刻失衡，百病應聲而生。打個通俗嘅比方，後生仔嘅身體好似一口水量充足、火力旺盛嘅大鑊，間中燒水超時，斷火一次影響唔大。老人家嘅身體好似一口水量漸少、火力衰弱嘅舊鑊，每一次作息紊亂、睡眠失當，都係喺度耗損僅存嘅水火根基，根本經唔起折騰。細分兩類常見體質，教大家對應自己嘅睡眠問題，精準調理。第一類陽虛體質，老人家佔60%以上，核心表現怕凍，手腳冰冷，晨起乏力，精神不振，夜尿偏多，大便偏稀，舌苔淡白。呢類老人家最大嘅睡眠問題係入睡唔難，但睡眠極沉，氹睡賴床，醒後依然疲練。
日頭昏昏欲睡。好多陽虛老人家以為自己唔夠瞓，搏命補覺，剛好犯咗九祖雙陽嘅大忌。中醫講陽主動，陰主靜。陽虛之人本身陽氣推動力不足，氣機運化遲緩，本來就應該透過適度活動同適度睡眠嚟生發陽氣，結果長期誅藏昏睡，陽氣越發受壓，冇辦法升騰，形成陽虛氹睡更陽虛嘅死循環。一位78歲嘅陽虛老人家，一年四季手腳冰冷，每日瞓9個幾鐘，卻日日嗌攰，懶得喐，唔想講嘢，長年怕凍感冒。之前一直聽從建議多休息多睡覺，結果體質一年比一年差。佢唔係唔夠瞓，而係陽氣俾瞓覺塞死咗。針對陽虛老人家嘅專屬睡眠心法：少瞓，多喐，嚴睡時，晨早起身，每日睡眠嚴格鎖定6個鐘，絕對唔貪睡賴床。朝早天亮即起，借助自然界晨起生發嘅少陽之氣，助推自身陽氣升騰。晨早起身，簡單活動筋骨，慢行10分鐘，疏通全身氣機。堅持一段時間，手腳冰冷、晨起疲亂、精神萎靡嘅問題會徹底改善。呢個就係《黃帝內經》所講春夏養陽，早起以順陽氣嘅核心智慧。第二類陰虛體質老人家佔30%左右，核心表現手心腳心發熱，夜間口乾舌燥，心煩失眠，多夢科汗，頭暈耳鳴，大便乾結，舌紅小苔。呢類老人家嘅睡眠問題唔係瞓得太多，而係瞓唔着、瞓唔沉，容易醒，多夢混亂。好多陰虛老人家唔識體質，盲目食安神助眠嘅保健產品或安眠藥，越食越虛，越食越失眠。根源就係冇對症調理。中醫講陰不足則無以上陽，老人家乾疾，陰血逐年夠虛，陰液唔足以制約浮陽，陽氣夜晚冇辦法潛藏入陰，虛陽外越，擾動心神，自然成晚眼光光，多夢煩躁，就好似一口鑊，水少咗火就壓唔住，水面持續沸騰，唔得安寧。對應人體就係心神不寧，睡眠不安。針對陰虛老人家嘅專屬睡眠心法：唔捱夜，唔躁動，臨瞓養陰，杜絕燥熱。陰虛老人家最怕捱夜，捱夜最耗光整陰血，會直接加重虛火上浮。同時臨瞓切忌情緒激動、劇烈活動，食燥熱補品，避免虛火更旺。日常臨瞓前可以細細口飲啲暖水潤喉，配合靜心靜養，收散虛陽，唔使食藥，睡眠自然安穩。講完體質辨證，再補充4季專屬老年睡眠養生法。春夏秋冬天時唔同，陰陽升降唔同，老人家嘅睡眠方式必須隨之調醒，一成不變嘅作息依然會養出萬病。《黃帝內經4氣調神大論》專門盤述4季作息之道。春3月，夜朝早起；夏3月，夜次早起；秋3月，早朝早起；冬3月，早朝晚起。呢個係順應天地陰陽，匹配人體臟腑節律嘅千古鐵律。春季，春主生發，肝氣主司，天地陽氣開始升騰，人體肝氣隨之疏泄。老人家春季睡眠要晚睡早起。呢度講嘅晚睡係相對冬季而言，依然唔可以超過23點。早起順應陽氣生發，幫助肝氣疏泄，杜絕肝氣鬱結同春困乏力。好多老人家春天成日昏沉飯身，情緒鬱悶，就係春季瞓得太多，起得太晏，壓抑咗肝氣生發之機。夏季天地陽氣最盛，萬物繁茂，人體心氣最旺，汗液外泄多，陰液而耗。夏季老人家睡眠核心係靜心養陰，適度午休，正午酷熱，
心氣而好，20至30分鐘嘅午時小憩必不可少，可以養心氣、枕心陰，預防夏季心慌乏力、中暑體虛。同時夏季夜短晝長，可以適當晚睡早起，順應擠長夜短嘅天道。但切忌久諸貪睡，否則濕熱內生，蒙蔽心神，越瞓越翳，越瞓越虛。秋季主收省，肺氣主肅降，天地陽氣禁收，陰氣禁脹，萬物肅殺。老人家秋季必須早睡早起，早睡幫助陽氣收省，滋養肺陰，早起順應秋氣肅降，杜絕肺氣鬱閉。秋季好多老人家出現乾咳、喉乾、失眠、情緒低落，多數係晚睡，耗傷肺陰，陽氣不揼所導致。切忌秋季捱夜晚睡，最傷肺展之陰，會加重秋燥體虛。冬季主秘藏，善氣主事，天地陰氣最盛，陽氣潛藏，萬物休養生息。老人家冬季養生核心係早睡晚起，固守真陽，早睡助力陽氣閉藏，滋養靜經，晚起等待日出陽升，避開清晨寒邪傷陽。冬天清晨寒氣最重，老人家靜陽虛弱，過早出門，過早起身，寒邪直中臟腑，損傷靜陽，導致怕凍、關節痛、夜尿多、失眠加重。冬季睡眠可以適度比夏秋季節多，睡半個鐘，但絕對唔可以超過7個鐘，依然遵守九諸傷氣嘅鐵律。除咗體質同4季養生之道，再糾正幾個老人家成日犯嘅隱性睡眠誤區。呢啲誤區隱蔽性極強，好多人一世都唔知自己錯喺邊度。第一個隱性誤區，蒙頭瞓覺。好多老人家冬天怕凍，瞓覺蒙頭冚被，覺得暖粒粒好安穩，殊不知呢個係最傷心肺、耗損元氣嘅壞習慣。由中醫角度講，肺主呼吸，主一身之氣。夜間睡眠時，肺氣持續換氣，代謝吐氣。蒙頭瞓覺嗰陣，鼻道入面空氣閉塞，毒氣積聚，清氣不足。肺氣冇辦法正常吐故納新，晨起必然頭暈腦鳴，胸悶氣短，精神萎靡。長期蒙頭瞓覺，心肺氣機受壓，氣血運行不暢，會加重心腦缺氧、記憶力衰退、咳喘痰多等問題。人體肺氣就好似門窗，夜間需要通風換氣，蒙頭瞓覺就係門窗緊閉，毒氣積聚，臟腑必然受損。所有老人家務必改走蒙頭瞓覺嘅習慣，無論冬夏，睡眠必露口鼻，保證清氣入肺，毒氣外排。第二個隱性誤區，瞓姿隨意，趴睡或蜷縮瞓覺。好多老人家點樣舒服就點樣瞓，長年趴喺度瞓或者蜷縮成一團瞓。中醫講滋滋養臟，順則安康，逆則傷身。趴睡會直接壓迫胸腔、心肺、脾胃，心肺受壓就氣機不暢，心慌胸悶；脾胃受壓就運化呆滯，積食痰濕。蜷縮瞓覺會導致全身經絡收緊，氣血運行阻滯，晨起腰脊背痛，肢體僵硬。長期落去，經絡淤堵加重。推薦中醫千年最佳睡姿，右側側肘，屈膝鬆體。古人稱之為吉祥肘，右側肘唔壓迫心臟，心氣順暢，血脈平和，脾胃處於鬆弛舒展狀態。夜間可以溫和運化痰，流水谷，杜絕積食痰濕，膽肝經絡舒展，有利氣血歸肝，排毒修復，完美契合夜間臟腑修復節律。長年堅持，心肺脾胃膽肝皆得養護，睡眠質素大幅提升。第三個隱性誤區，臨瞓前嬲怒，思慮過多。好多老人家臨瞓前胡思亂想，糾結家事，思慮兒孫怒事，甚至嗌交動怒，帶住情緒上床。中醫講怒傷肝，思傷脾，憂傷肺，
臨瞓前情緒波動，思慮過重，肝氣鬱結，心神躁動，就算合埋眼癱喺度，心神依然外馳，屬於典型嘅形睡神不睡，睇落好似瞓夠6-7個鐘，實則完全冇效，臟腑冇修復，氣血冇歸藏。好多老人家長年多夢易醒，晨起煩躁疲倦，根源就係臨瞓前思慮過度，情緒不寧，肝主疏泄主情志，臨瞓前動怒思慮，肝氣鬱而化火，肝火擾心，心神不寧，陰陽失衡，久而久之，肝鬱脾虛，失眠多夢，高血壓、焦慮、抑鬱全部揾上門。臨瞓前1個鐘，萬事放低，百事不擾，唔糾結，唔生氣，唔思慮，靜心安神先至係睡眠養生嘅前提。身靜不如心靜，形體休息而心神不寧，一切養生皆為空談。第4個隱性誤區，過度依賴安神補品、助眠茶飲，好多老人家瞓得唔好，第一反應就係買酸棗仁安神茶、助眠保健產品，甚至長期食鎮靜安神藥物。所有外物助眠都係治標唔治本。中醫講神安則美，神亂則不美。睡眠嘅根本係自身陰陽平衡、臟腑調和、心神安定。好多老人家失眠唔係缺乏安神食材，而係作息紊亂、體質失衡、心神耗損所致。長期依賴助眠產品會令人體自身嘅陰陽調節能力退化，臟腑自主修復功能變弱，形成依賴症，越依賴越瞓唔着，越瞓越虛。真正嘅養生係靠規律作息，調和自身陰陽，靠良好習慣養護自身心神。外物只能臨時互助，絕對唔可以長期依賴。只要作息歸正，心神歸位，唔使任何補品藥物，自然夜夜好眠。接下來深度拆解睡眠同五臟嘅深層對應關係，等大家徹底明白點解瞓得唔好會生一身病。養好睡眠就係養好五臟，心主神明，決定你能唔能夠快速入睡。入睡困難，反來覆去，根源在心火旺，心血虛，心神被擾唔得安定，多伴隨心煩、心慌、焦慮。肝主藏血，決定你睡眠深唔深、滿唔滿，瞓着容易醒，睡眠淺。根源在肝血不足，肝氣不舒，肝唔藏血就虛陽浮動，夜間陽氣冇辦法穩固潛藏，所以容易扎醒多夢。脾主運化，決定你瞓醒之後攰唔攰，瞓醒依然疲練，周身沉重。根源在脾虛濕盛，脾胃運化失常，痰濕內生，蒙蔽心力。就算瞓夠時間，依然周身乏力，頭腦昏沉。肺主氣機，決定你夜間呼吸順唔順，會唔會多夢 B 氣。夜間多夢 B 氣打寒嚴重，根源在肺氣不暢，氣機瘀滯，肺氣唔宣，升降失常，呼吸不利，心神被擾。精主封藏，決定你睡眠根基穩唔穩，會唔會早醒。凌晨3至4點早醒之後再一瞓唔返，根源在腎經虧虛，腎氣不固，腎唔封藏，根基空虛，陽氣提早外泄。呢個係老年體虛、元氣不足嘅典型信號。明白咗五臟同睡眠嘅對應關係，就明之前講嘅6大睡眠規矩。睇落係作息習慣，實情係全方位養護五臟六腑，嚴控晏晝覺，養心健脾，杜絕痰濕，堅決唔捱夜，養肝排毒，固護精血，控制睡時，補氣固元，調和氣機。臨瞓前少飲水，固靜固陽，安穩心神。食飽唔急瞓，養護脾胃，運化氣血。臨瞓前遠離手機，收斂心神，平和陰陽。一套作息養遍五臟，呢個就係中醫睡眠養生嘅大道至簡。再分享幾個極簡安全、
適合所有老人家嘅臨瞓預助養生小動作，冇副作用，人人做得。配合作息規矩，睡眠質素倍增。第一個，臨瞓前搓肚3分鐘，平躺放鬆，雙手重搭，以肚臍為中心，順時針輕輕搓肚，順時針為補，可以健脾和胃，疏通胃腸氣機，化解積食痰濕。老人家脾胃虛弱，夜間氣機呆滯，臨瞓前搓肚可以疏通脾胃經絡，等胃腸毒氣下行，杜絕胃不和則諸不安。堅持每晚操作，唔單止睡眠安穩，便秘、腹痛、胃酸倒流等問題都會慢慢改善。第二個，臨瞓前按揉湧泉穴2分鐘。湧泉穴位於腳底掌心凹陷處，係煎經源頭穴位，主補精田精，引火歸元。老人家陣陽不足、虛火上浮係失眠心煩頭暈嘅核心誘因。臨瞓前輕柔按揉湧泉穴，可以將上浮嘅虛火引歸下焦，溫補枕臟陽氣，調和心枕唔交，快速安神助眠。心枕相交就夜夜安睡，呢個係傳承千年嘅安眠妙方，唔使食藥，唔使使錢，效果極佳。第三個，臨瞓前梳頭8下，用木梳輕柔梳理頭皮，由前額到後尾枕慢慢梳理。中醫講頭為諸陽之會，頭部匯聚全身陽經，臨瞓前梳頭可以疏通頭部陽經，疏通氣血，舒緩頭部困緊，平復躁動心神。好多老人家頭暈頭暈，心神不寧，入睡困難。堅持臨瞓前梳頭，頭部氣血暢通，心神安定，入睡速度大幅加快，晨起頭腦清醒，記憶力穩步改善。仲要區分一個核心認知：疲勞嗜睡同正常眼瞓。正常眼瞓係日間適度活動後身體自然產生嘅疲痕，入睡快，瞓得沉，晨起清爽，精神飽滿。而病理性疲勞嗜睡係臟腑雞虛、氣血瘀堵、痰濕內阻導致嘅病態眼瞓，表現為隨時隨地都想瞓，越瞓越攰，晨起昏沉，整日萎靡。但凡68歲以上老人家出現冇厘精神、長年嗜睡、瞓完唔解乏，絕對唔係休息唔夠，而係新發出嘅病變預警信號，好大機會存在心腦供血不足、血氧不足、血糖血脂代謝異常、靜氣鳩虛、痰濕瘀堵等問題。呢個時候絕對唔可以繼續貪睡補覺，必須及時就醫檢查，對症調理，同時嚴格管控睡眠時長，適度活動，生發陽氣，先至可以扭轉病態體質。切勿麻痹大意，將病態當體虛，一味靜養，最終拖成重病。仲有一個好關鍵嘅老年睡眠細節，睡眠環境嘅陰陽調和。中醫講靜則養陰，暗則藏神。老人家睡眠環境最忌光亮、嘈雜混亂，夜間開燈瞓覺，窗簾透光，環境嘈雜，都會導致陽氣冇辦法潛藏，心神唔得安寧。長期開燈瞓覺嘅老人家，大多睡眠淺，多夢心慌，體質虛弱。因為光亮屬陽，黑暗屬陰，夜間陽入於陰，光亮會擾動浮陽，破壞陰陽平衡，導致睡眠質素大打折扣。老人家睡房務必保持昏暗、安靜整潔、通風淋，瞓前關閉強光，只留微弱夜燈備用。環境安靜就心神靜，環境昏暗就陽氣藏，陰陽和合自然好眠。同時睡房切忌潮濕悶熱，毒氣積聚，潮濕生濕，悶熱生火，濕火擾動心神，必然睡眠不安。周身唔聚財，乾爽清涼、通風靜阻嘅環境係老年睡眠養生嘅基礎條件。最後再次總結，天地最貴嘅養生良藥就係規律有道嘅睡眠。
睡眠係人體自我修復、自我排毒、補氣血、調和陰陽嘅本能企能，係上天獎俾每個人嘅免費大藥。後生仔揮霍睡眠尚且會損耗身體，老人家珍惜睡眠就係固護根基、延年益壽。對於68歲以上嘅長者，人生下半場鬥嘅唔係財富，唔係地位，唔係補品幾多，而係睡眠質素、臟腑安康、陰陽平衡，瞓好一覺，血壓自穩，心臟自安，情緒自平，免疫力自強，記憶自固，百病不生，身心康泰。所有老年睡眠養生嘅表層規矩、深層機理、體質辯證、四季心法、隱性誤區、輔助妙招，全部傾囊相授，冇半句虛言，冇半點空談，全部係經得起驗證，符合中醫古籍大道，貼合老年真實體質嘅養生真話。只要徹底改走過往錯誤嘅睡眠習慣，嚴格遵守6大核心準則，夾攏自身體質，順應四季天時，靜心安神，規律作息，堅持百日篤基，長年堅守，晚年必然少病少痛，精氣神充足，福壽綿長。